是啊，这两字好。感谢天恩师德哈。那后学是玉佛宫，毕信强。好，我跟刘讲师有个因缘，我也是基隆人，我也是基隆人，所以有缘大家才能聚在一起。我来上信理心法班哈，受到刘讲师的照顾哈，心性很有进步。然后我听信理心法的时间不是很久，说要讲心得，我就是来上课有听刘讲师说谢谢你这个启发我们的自信，老师谢谢你这首歌。然后后学看到有一部分比较有契到心性里面，我现在把它解释一下看刘讲师指教一下。就是刘讲师说，我们用不生不灭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因果一致才能成。假如我们用心意识，用凡尘在用的心，这是修不成道。不管我们修多久，修几世也都不能成。这个意识心就是刚刚刘讲师有讲，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色香味触法而产生的那个心，就是心意识。我们生活中大部分都还是在用这个心，所以我们修道就很慢，也没办法再更精进。好像就像刘讲师跟我们讲的说，你再修多久，你那个心意识如果没有拿掉，还是没办法。那后学在这里就是之前有看一些经书，他也有说，我们的眼根会生什么心，就是爱恶之心。看到这个喜欢，那个讨厌。那我们的耳根会生什么心？喜怒之心。人家讲给我们听的话，我们喜欢听，我们就高兴。如果骂我们、批评我们，我们就生气。鼻就是有香臭之心。你闻到香的水味，你就驱过去；你闻到臭味，你就逃开，这个就香臭之心。再就是舌头，就是我们吃就会有嗜厌之心。嗜就是你喜欢吃的，厌就是你讨厌吃的。那眼耳鼻舌身就是我们身体有苦乐之心。我们摸到苦的东西就会痛苦。你如果睡到很舒服的床铺上或是衣服里面，你就会很快乐。这个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可是这个心就会左右我们，就会有分别，然后我们又取舍，有取舍又迷惑，迷惑之后又来造业，造业当然就要受苦了。有讲师里面就跟我们说，我们把这个意识心全部拿掉，就是无心了，什么都不要，去掉，不用，我们就无心。这个无心就是我们的佛，就是佛，也就是道。所以我看到这部分，咱觉得这部分就很契入我们的心性，所以我们一般尽量不要有两边，人家对我们不好。尤其对我们不好，我们特别讨厌那个人；这个人又对我们很好，我们就想去亲近这个人。所以这都是有取舍的。然后取舍又觉得说，这个人到底是对我真好是假好，又迷惑了，然后又起了念头又造业了。这都刘讲师来跟我们讲的。还有一段就是第13页这里。刘讲师也说那佛要度众生出离生死，第一个就是教我们要先灭掉妄想，妄想灭了之后，我们声音就断了，我们那个生出来的那个心的原因就断了，然后再灭掉我们的无想，我们连想都没有了，全部都灭完了，那个
生出来的那个相，我们看得到的这些形形象象也尽了，声音断，声相尽了。我们的若非有想，若非无色，若非有色，若非无色，这两个就变成不生不灭，我们的真如，然后就达到我们所谓的不生不灭，就呈现在凡尘，那也就是佛了，不一定死了以后才成佛。所以这一些还有无心，刘讲师跟我们讲的无心，就是当我们妄言妄相念不生，达到没有念头，那个没有念头的时候就是无心，那无心就是道，无心就是佛。所以我们要走这条路才是正道所以这是后学的一点点心得谢谢各位浅显谢谢刘讲师。我们王姐要讲，这两个字，太紧了。梁医师好，刘讲师好，各位先生大家好。或许呢，真的感谢天恩师德，嘛就感谢咱刘讲师也教学咱来开阔，嘛感谢。感恩咱志光服务老师开这个心理生活班，遐呢有带一个证号，遐靠一档，大，遐会使讲，遐吼，差不多都等无夹着麦克风所以真好比出来。只是讲遐敢若讲无将这个心得讲出来，感觉咱来上超时讲遐讲。就感觉讲，因为足久遐拢无讲着课所以会紧张我感觉这心，遐嘛是分享一下。遐讲就是讲，刘讲师台湾咧讲，咱但是讲，你是咧讲啥物？遐即嘛咧讲放教，阮咧各位先生听。遐伫民国93年以前有求道了，遐做莫名其妙，就会知影天灾地变，就会知影。一寡朋友要往生去，所以有当时呢，就我亲戚朋友啦，要往生去，遐会知，就去人讲，讲的了食力咧，免偌久我就看病，到有一天到伫民国93年，就是咱刘讲师咧讲的，咱的佛性咱的就是修的物件，修的物件呈现，就是咱老师讲谢谢你内底嘛，不管是咱内一个是修的物件，伊就不管你像咱这刘老师来讲。咱只要若是好好去做咱妄言放下，这拢袂去无。遐就是以早未上这心理生活的时阵，遐就多好食10当的爱困尔啦。遐这爱困尔有上当食到3粒，捌一摆定人济食7粒，爱困尔食3粒。因为一考遐是感觉讲为什么我还带镜头毋知讲咱刘讲师甲遐讲这是宝。刘讲师捌一摆讲，我甲阮兜出较大金银琉璃啦，珍珠玛瑙，结果从去遮去外口分因为遐讲伫外口伊问一直找医生，一直找医生，医生甲我教阮问第三度空间，遐嘛毋知要对问第三度空间，因为遐较厉害讲的是，咱医佛讲流传一句话讲，老师上听话啦。我感觉，因为遐感觉讲，我足坎坷啦，因为我感觉我病毋知影，我临终嘛伫咱佛堂一直求老师慈悲求我有一天的法会，老师就叫阮两个去跪伫佛前啦，去跪佛前，老师就来教遐就智慧无开毋知老师讲，恁两个好跪点看佛灯要一心念迄阵遐嘛毋知讲要为什么要一心不念阵遐是想讲，我人镜头带去当无老师袂安尼甲我讲就对啦。即下遐就伫遐拢毋敢想，老师就将伊的帽摕起来，就互遐滴。遐拢毋敢叮当，就一直看，莫名其妙呢，讲伫遐跪差不多要到1点钟啦。遐嘛毋知，好像是一刹那呀。遐呢来讲的是讲，有一天。遐就是莫名其妙伫93年呈现无定伫身躯拢崩开，崩开气脉一走，
啊叶仔就一直害，像伊昨咧做最近叫做空安尼吼，在搭骹害无去，啊这疼吼，迄就是疼咧气体啊伤，啊规身躯微肿，啊这样了吼，莫名其妙看到阮兜的电视，我目睭起有当看阮兜的电视，去到佛堂吼，就看到佛灯，啊坐伫，所以有一段时间叶仔拢毋敢用课，坐伫后壁，叶仔就是有当去看头前，啊这样有一工更较恐怖，就是讲。因为遐只目睭若黑去啊，我遐有一摆呢，毋过这种情形已经过去啊，大家过前现听，人听会一惊。有一工呢，遐就去一个朋友遐，啊到底遐莫名其妙目睭拢戆去啊，恍惚去，他全身衣服都不见了啦。啊这样伊遐到听心理心法之后，做忘年放下那种功能都慢慢都没有了啦。迄阵想讲，安尼啊，迄个开规身躯拢无穿啊，啊，歹势，够歹势。啊，搁有一工，遐坐伫遐，因为无时无定啦，人就恍惚去啊。啊，恍惚发现讲，奇怪，我遐无咧喘气啊，啊，所以会惊。啊，现在来有一工，搁发现我坐伫遐，我心腹一直悬，一直大汗，一直大。我惊一个，要紧救到，等我讲，我是安那无着魔了，我就想讲，我已经着魔啊。啊，这开始呢，就慢慢坐伫我边啊，他连生啥物件叶仔就知。啊，我一直烦恼啊，我毋知要安怎啊，所以我就一直哭，啊，就甲老师求，啊，这呐就甲叶仔先生同学林相讲，你无带我来生看，你害我人间伫恁努力过行吼，有一天我精神起来，我怨叹伊啊，因为我当作我是笑去啊，你知无？啊，后来带好。叶仔嘛足感谢咱方向黄同伊，因为老师开这个班，开心理想法班的时候，叶仔的嘛迄阵都长咧气动嘛，啊长这种问题，啊叶仔就毋敢上课，因为若去上课上我拢爱哭喊啊。啊方向同伊就伊就摕 CD 互我听，伊讲王姐，这老师开的班，啊你要听。啊我就想讲肯听，刚好我就真正摕过来听。听到六祖坛经的第一节课上，我只想讲，我已经找到贵人了，我知影我怎么去发问我的问题啊啦。我就开始就一直听，哦，原来这就是咱来讲这就是佛性的呈现。啊，我以前唔知当作讲，系啊，我是卡着魔，卡着三文会安尼啊。啊，这开始呢，我就开始，迄阵会感觉讲我先还袂喘气，我还无咧喘气啊。啊，为什么我有一段时间白天也没有睡觉，晚上也不睡觉？不过我白天嘛是足好，因为以前叶仔是心脏病，不过慢慢我的心脏一直好起来，啊一直好，啊后来因为我叶仔会吼，伫民国93年迄阵啊，咱行驶大仙，咱玉佛宫行驶大仙啊第一时阵，迄阵我就叶仔有当时啊莫名其妙弄会安尼，就进入恍惚嘛，啊以前叶仔有咧送那个玉皇幸运妙经。上药三品，神语七经，往往夫妇渺渺，靡靡，纯无所有，顷刻而成。迄阵叶仔想讲，啊，我现在听到恍恍惚惚，啊嘛毋知去到咱的值得呢。迄风若吹啦济啊，人就毋知人去啊，啊毋知人去哦。但是迄个时阵人很亲近，啊个亲近吼，行驶大都慈悲啊，伊就拢爱甲叶仔答应讲，你吼这是阮济公王府的土地，你毋茫甲阮脚踏的，伊就连行驶大仙都慈悲的，伊就讲。这是阮这老师的土地，你茫个甲交代，你来互精神安尼啊！啊，咱已经规空去迄路，就咱抢，就对尻川尻川偏啊，就一直甲我拍，我就想要分析喙骨去，伊就感觉讲伊要甲我泡精神。不过当迄个风吹来时候，遐就进入个沉静，足静迄个感觉，啊阵啊吼，拢会想讲，哎呀，我是因为迄阵啊咱讲啊，毋知影讲一种。足好的物件，迄阵想讲，我敢若可能会要得起去啊！啊，我迄阵想讲，我较早迄个4岁尔，啊，我人生敢要行到这黑暗期安尼啊！啊，所以我现在开始一直找医生，我所有的病，敢若迄头安尼拔我一支这个支啊，啊，一直迄个医生就安尼一根一根，啊，就甲你抹药啊，啊，拢会生，啊，开始去测试，啊，先吼就规身躯的神经拢要测试。其他嘛找偌济医生，啊，所以就是一直安那食迄个定情剂、眠药，啊无就是忧郁症。食到吼有一天咱
后面当然的水嘛是足自卑，拢伫迄个下嘛拢有互看脑神经啊，一出来下嘛去看，因为伊是讲个中枢神经，下啊等下食一月咧，规身躯拢生迄个一只，啊下啊拢唔敢食，啊所以慢慢他开始听心理心法之后，心刘讲师在讲，咱来一念不生，妄念放下，下啊开始慢慢，因为伊说会恐嘛。啊，所以就呈现咱唔知影，啊，甲你一直惊，啊，这样惊到尾啊吼，都唔知，因为无得问啊，无得问嘛，唔知要安怎这个情绪是要安怎处理啊，所以开始咧做妄念放下的时阵，慢慢，心一直静，因为迄种有一心的安啦，讲哦，原来这毋是骹着歹命啊，啊，这嘛毋是精神病啊，因为许遐去做个精神科的医生啊。他们医生拢甲我断定，我绝对不是忧郁症。因为迄阵我嘛拜托陈大医生讲，应该我入院啊。我讲迄个陈大医生讲，你无我入院，我惊我跳楼自杀啦。我讲我真正，因为我感觉我这情形，我感觉我唔知要哪找。啊，后来我开始妄念放下嘛，我感觉我心有所住，我知影讲哦，原来这毋是歹物件。所以当伫玉佛公老师有甲我讲一句话，伊甲我讲，你没有病。没有病，啊！伊迄时我感觉足奇怪啊！明明我都有病，我一身躯害到要完，你还甲我讲我无病啊？因为后来老师就甲我讲，连续跟我讲3次你没有病啊！我对老师说我没病，老师说对你没病。啊，没病之后，老师就送我9颗苹果，老师让我交了红个，啊，送我一个往来我回家就对了。现在吼，等于老师就交代讲，一天吃1颗啦。啊，老师可能帮你就到这边啦。啊，迄阵他的智慧都无开，唔知讲这是啥物原因啊。啊，慢慢回去之后，就慢慢进啊。但是咱的迄个肝吼，伤肝无开嘛，像来想讲，我有病啊，啊，我这到底是对对？因为现在人咯，现在你那有一个医学界有一个名叫做头瑞症嘛。啊，我讲哎呀，我这个头瑞症啊，我无医啊，头瑞症就是迄啊。啊，开始慢慢讲。头瑞症的定义讲，像人讲绝症，伊是袂死，啊，不过伊就先规工诶。我想讲，系啊，我而且甚至我针灸到命门的时候，我拢用爱，因为我要讲我是一个有哪算讲，无啥会惊疼的人。我当家己拍到一身躯，我都无要紧诶。啊，所以慢慢，我就开始伫遐静坐，开始做妄念放下，慢慢，我一直静啦。后来学了，阿爸来讲伊早吼。会从一早呈现遐物件，慢慢消除了。所以有一天呢，我讲我是进步还是退步啦？慢慢，我会记得哈，有一天我们在上那个文法会，啊，我一个阿伯，啊，我就坐在那边的时候，咱弥勒佛前面那些字就跑到我的前面来，都伫我头前，啊，我阵吼啊无听到刘讲说，免得我们坐在这边是佛性跑到弥勒佛的前面，还是你跑到？是那个弥勒跑到我们前面，还是我们跑到弥勒佛前面？迄阵因为小孩还袂听到遮，啊，迄阵就讲，哎呀，我是安怎？我还竟然啊，竟然哈，我是坐在最后面，显那个力是在我的前面啊，那样，我慢慢原来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所以才慢慢，迄个心定下来啊，之后呢，然后感觉讲，因为即那。伊早遐是人咧拄着啥许遐拢是人讲，啊，刘讲师就甲许遐讲，你会使甲读一个就好啦。啊，所以许遐真吼，拢会较客气，拢来讲一我就点一个。伊早吼就直接讲啦，上下就是阮隔壁有一个啊，因为伊过身的进前，我就一月咧叫让我看，啊，许遐先生就伫遐，冥想伫遐，啊，佮阮隔壁有一个就请伫遐，我讲奇怪呢，我怎么梦见他死了啦？啊，伊今后迄个理想啊讲，你莫后白讲啊，伊吼行咧艰苦就无干，你佫讲安尼，后来他死在，结果无偌久，死伫刀死迄个一个无人知，臭啊，规阮厝边隔壁，拢咧味迄尸臭味拢走出来，啊，较知。所以慢慢，我阵时嘛感觉这是困扰的代志啊。开始他咧做迄个妄念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这些就慢慢，以前，怎啊，3万要安怎，啊是天来地变，因为迄无我，因为迄会感觉艰苦的是讲，迄毋是迄有我当主宰物件，啊因为迄种困扰，啊慢慢的这物件帮我们
进入里面不深，那个让我们的心路安住下来的时候，那个物件慢慢的，感觉讲再提升一个层次了。所以我感觉讲，这是梦想，不过嘛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物件啦。所以后汉呢，就是分享到这边谢谢。又回归主了，知道吧？很感谢这个各位先贤啊，这个方或许要挨过今天，真的那个时候啊都讲不出声来了很感谢啊1点经过5分呢，已经挨过1个小时又5分。无即摆无声，很感谢。我们就因为还有15分钟讲那个四谛品第10。佛呢复告迦舍所言苦者那个四谛啊就是我们在讲的苦集灭道四谛。那所言苦啊，不免苦圣谛，何以故？那个苦啊，不是可圣谛。若言苦是苦圣谛者，一切的畜生呢，及地狱的众生啊，应有圣谛。所以啊，我们了解那个苦谛跟苦圣谛啊，是不一样的角度呢都不同。那善男子，若复有人不知如来甚深的境界假如说有人呢不知道如来，各位姐姐，这个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正心佛性。那不知道我们的佛性有很深的境界，而且呢，我们的佛性呢又常住不变。我们的佛性呢，又有微妙法身那个微妙法身各位姐姐，就是以法为身。那以法为身就是或者时常讲的，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如来；若有所见即是是。都还有印象吗？因为我们把能熟在凡尘就已经用得很熟悉了，都是能熟。然后若无所见就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了，没有所见的法相没有了，没有能熟。所以没有能熟那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的佛性本体非常的深那个境界很深，所以我们要追求无得求天咱的佛性咱的立到拢无得求天非常的深，而且又如不动它呢就是常住不迁，没有这个搬家的都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法身就是充塞着宇宙虚空，整个宇宙虚空都是我们的法身所以我们法身非常的宽广非常宽。那可是我们呢都不知道又呢如不懂也都讲。假如说我们有玩过照相机都知道，你在按快门一刹那，那个镜头晃动，洗出来的相片模糊不清。那以这个原理来说，我们的佛性都是在玄关，我们的玄关一直在动，那一直在动你所看的景象
都模糊不清。那为什么我们看得清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佛性啊，如如不动。它因为不动，动的是身体，身体动呢不关紧要，我们佛性不动所以我们看的都很清晰。纵然你转头再看，一样清晰。所以那个就是我们的法身。所以我们法身每一个都有，不是说我们修正以后才有啦，我们还没有修正就有，只是我们不认识，我们不想去启发它。那我们启发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法身啊，全部都有，叫微妙法身，因为没有形象，看不到形象的，很微妙的法身，为是实身，实身呢就是这个要吃的身体啊，身体不吃就不会活了，这个叫实身。法身呢，它是以法为身，不用吃的，它也不痛，然后也不饿，也不苦啦，所以咱咧破病是辛苦咧破病啦，有行为破病，所以当你在真的很痛的时候纵然都不省人事那个时候你会找到你原来我佛性不痛，它不会痛的。所以要了解到我们的法身是永远在，它不生不灭，因为没有形象，所以它不会灭，永远都在。我们这个身体有形象，所以不久就不见了。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凡人照顾有形象的身体很注重，可是佛性都不管它了，那个又看不见，所以不管它。那我们就是要把它转过来，该注重的我们本体我们要注重，该看清的是我们身体养生药，可是不要超过，超过了各位要了解到身体不管你再怎么养，它都会死掉的啦，只是慢死而已啦，慢一点死都会死的。我们要了解到你投入太多的精神照顾你的身体，你同样就会减少投入很少的注意力在佛性本体这样已经本末倒置颠倒了啦。该注重我们看清，该看清的我们看重。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微妙法身永远都在，不会这个死亡的。那我们这个实身要吃的身体它呢没吃了，像或学这个照这个大肠镜把那大肠里面的东西都清了，然后吃进去都还那个胃里面料都还在，你吃落去结果把你流坏，吃落结果把你流坏，我讲那才紧。要吃较紧，吃到也袂到腹肚咧，流一点。